报道主打新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千玉。去年呢，有推出新的专辑，叫做《幸福之源》，受到大家的支持甲鼓励。那么今年呢，我再度推出我上届新的哦，上新的哦，《故乡之源》。那么《故乡之源》呢，是咧描写甲我同款的，有真侪人呢，为庄脚起来都市伫咧打拼。那么听这首歌呢，咱会想到细汉啊，真侪叮叮塔塔，爱做梦的迄个年纪。点点滴滴，那么听这首歌呢，嘛会互咱感念到故乡的温暖，也有爸爸妈妈的温情。在这个专辑当中呢，也有真侪条呢真好听的歌曲，亲像我甲江志梅，就是我第4个妹妹所对唱的《桥》，教师特别给我量身定做的《笑看人生》拢是足经典的哦。那是有介意的粉丝朋友们呢，你们千万不可以错过哦！而且我嘛要提供一个礼物，是我亲手签名的专辑 CD， 拢有4张，要来送给大家哦。请问，即摆恁听到的这首歌，我唱的这首新歌，歌名是叫做什么呢？这嘛有3个选择哦。第一，幸福之源；第二，故乡之源；第三，纯情之源。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1、2、3的哪一个呢？请选择。故乡的黄昏，月亮爬光线，亲像安尼温柔的形影，无来放袂记。山脚水流声，细汉的面梦叮叮塔塔，彼边山，白云飘来算西岸，怀念岛上听阮惜阮的心情，日头总也会落山，啥人甲伊来作伴？阮心内上深的牵挂，故乡的歌照入心肝，亲像海天连一线。若是恁即摆已经知影这首歌的歌名哦，请用简讯先输入985，再输入您的姓名，还有答案。也就是阿拉伯数字呢，1还是2还是3，然后就会传送到55123，55123。我会伫报道联播网的当中呢，宣布4位这种的好朋友，咱的工作人员呢，嘛会甲恁这4位来联络，欢迎大家赶紧来传简讯哦。白云飘来算西岸，怀念岛上听阮惜阮的心情，日头总也会落山，啥人甲伊来作伴？是阮心内上深的牵挂，故乡的歌照入心肝。像海天连一线。有寒啦吼，会记的呢，做好保暖呢，唔通寒到哦。我是送小天使 Jacky， 这礼拜咱的报道主打新就是龙千玉。安怎？这礼拜这个生活无同款啦吼，答案呢就是2、2。故乡之源，今晚呢我已经推出4位的听众朋友，会咱得到龙千玉上新的专辑。头一位是0952的林玉华小姐，第2位是0919的徐庆龙先生，第3位是0963的曾怡轩小姐，第4位是0921的吴慧英小姐，
恭喜这四位听众朋友会当得到龙千玉亲手签名的上新专辑《故乡之恋》一张。这礼拜无摕到无要紧，后礼拜可以送 CD 给你哦。到底啥要来？继续锁定咱报道主打星就知啊啦哦。今晚我就进来邀请龙千玉跟你 say hell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千玉。非常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来参加这一次的宝岛主打星。大家听到这首新歌呢，伊的歌名就是叫做《故乡之恋》。那么答案呢，就是第二个。你们猜对了吗？在《故乡之恋》这个新的专辑当中呢，也有足多好听的歌曲，亲像《纯情美梦》，这是蹦恰恰碰过，特别为龙千玉所写。因为呢，伊知影我自细汉就爱歌戏的，所以这首歌曲内底呢有设计的歌戏五件歌在内底哈，而且特别呢还请吕雪凤老师呢来跨刀。甲龙去做伙来唱歌戏的这个部分哈，非常特殊。还有江志峰老师有一首叫做《米娜仔》，应该大家都不会太陌生。在这个专辑里面呢，我龙千玉哈，就是江志峰的姐姐呢，毛搬着这首歌曲哈，《米娜仔》大家当听看卖啊，不一样的味道哈。所以好朋友呢，爱继续甲我支持，甲我爱护，甲我听秀这个上盖新的专辑。故乡之恋，故乡之恋，谢谢大家，感恩。心内上深的牵挂，故乡的歌照入心肝，亲像海天连一线。嘿嘿，后一摆请量早将手机啊传落好势，后一个得奖的就是你哦。对故乡的怀念，对父母的牵挂，龙千玉温暖献唱《故乡之恋》。龙千玉2013年上新专辑《故乡之恋》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对故乡的怀念，对父母的牵挂，龙千玉温暖献唱《故乡之恋》。龙千玉2013年上新专辑《故乡之恋》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对故乡的怀念，对父母的牵挂，龙千玉温暖献唱《故乡之恋》。龙千玉2013年上新专辑《故乡之恋》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